好多人提起90年代嘅澳門，第一時間就會諗起槍林彈雨同幫派火並，諗起嗰個刀光劍影、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連夜晚瞓覺都要驚被槍聲嘈醒嘅年代。嗰陣時嘅澳門街，而家呢個金光燦爛、遊客如織、五光十色、紙醉金迷、高樓林立、處處繁華嘅國際旅遊勝地，而係一個各方勢力盤踞、利益錯綜複雜、黑白兩道界線模糊，任何一個角落都可能爆發衝突，任何一條街都可能成為戰場嘅地方。巷尾嘅霓虹燈雖然仲係咁閃爍，仲係咁耀眼，仲係咁五顏六色影嘅，但燈光底下嘅氣氛係緊張嘅，係壓抑嘅，係令人喘唔過氣嘅，係令人行路都要加快腳步，唔敢停留，唔敢四圍望嘅。夜晚嘅澳門街，行人稀少，店鋪早早關門，連的士司機都唔敢亂行亂走，怕一不小心得罪咗邊個大佬就惹禍上身，自己架車俾人掟石頭，怕自己俾人點錯相，連警察巡邏都要成群結隊，單獨一個都唔敢行入某啲區域，自己嘅配槍都保唔到自己嘅安全。當時人稱崩牙區嘅穩國區帶領14K，可以話係權傾一時，勢力遍佈澳門每一個角落，由街頭嘅賭檔到碼頭嘅貨運，由賭場嘅疊碼到貴賓廳嘅經營，由放數到收數，由睇場到拆帳，和由保護費到生意合作，冇一處冇佢嘅人，冇一處冇佢嘅眼線，冇一處冇佢嘅影響力，冇一處冇佢嘅觸覺和佢嘅名字。喺澳門街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連路邊賣牛雜嘅阿伯都可以同你講幾段關於佢嘅傳聞。茶餐廳入面嘅夥計都可以話你知邊條街係佢嘅地盤，邊個鋪頭係佢嘅人睇嘅。切和連街邊嘅小販都知道，見到着黑衫嘅人要小心啲。有傳聞話佢手下有10萬兄弟，呢個數字可能誇張咗，淨係江湖上嘅渲染，可能係為咗震懾對手而放出嚟嘅風聲，但佢嘅影響力之大，勢力範圍之廣，赤和連外國新聞都叫佢做地下澳督，連國際媒體都關注佢嘅一舉一動，連外國嘅賭業大亨都知道澳門有個咁嘅人物，野學和，可見佢當時嘅江湖地位有幾高，可見佢嘅名字喺國際上都有一定嘅知名度。情和，可見佢嘅勢力已經超越咗一個普通幫派大佬嘅層次，已經達到咗一個可以影響澳門政局嘅程度。而無數幫派為咗爭奪葡京酒店貴賓廳嘅疊碼權益，打到天翻地覆，打到日月無光，打到街頭巷尾，經常見到刀棍碰撞嘅痕跡，打到夜晚嘅槍聲成為家常便飯，打到澳門市民夜晚唔敢出街，打到外國遊客以為澳門係一個戰區，街頭巷尾經常有刀棍碰撞嘅聲音，有追逐嘅腳步聲，有慘叫嘅聲音，有警車嘅響號聲，有救護車嘅鳴笛聲，有玻璃碎裂嘅聲音，有火燒嘅噼啪聲。夜晚嘅澳門街燈光昏暗，氣氛緊張，連普通市民都唔敢夜歸，連做生意嘅商戶都提心吊膽，怕邊一日禍從天降，池魚遭殃，自己嘅鋪頭無端端被人掟汽油彈，怕自己嘅家人被捲入江湖恩怨，怕自己嘅仔女喺街邊被人認錯，自己嘅生意因為江湖鬥爭而做唔落去。
好多人問我何生崩牙區當時咁瘋狂、咁囂張、咁目中無人這禍，咁唔將任何人放喺眼內，咁肆無忌憚。你作為老對手，作為澳門賭業嘅龍頭，作為一個企喺佢對立面嘅人物，然係禍點樣喺呢堆刀光劍影入面保住大局？點樣喺呢場風暴入面企得穩陣腳？點樣喺呢個亂世入面保住自己嘅基業？點樣喺呢個危險嘅年代入面繼續營運你嘅賭場？甚至令佢哋都要對你恭恭敬敬，唔敢越雷池半步，唔敢挑戰你嘅權威，和唔敢打你嘅主意，唔敢掂你嘅生意。今日我以第一人稱親身經歷過嗰個年代，同各方勢力打過無數次交道，見過無數人由盛轉衰，由起變落，由風光無限變成階下囚，由億萬富豪變成負債累累，由江湖大佬變成監獄囚犯嘅過嚟人身份，還原當年那段驚心動魄、波譎雲詭，令人至今諗起都覺得心跳加速，令人午夜夢回都會驚醒，令人冷汗直冒嘅江湖往事。心理學啊，我會同你講述嗰個年代嘅真實面貌，會同你拆解背後嘅利益糾葛，會同你分享我嘅應對智慧，亦會同你剖析崩牙區由盛轉衰嘅根本原因，會同你分析佢做錯咗啲咩，從你講解點解佢會由一個萬人景仰嘅人物變成一個鐵窗入面嘅囚徒。真係，如果你唔想錯過呢啲澳門街最真實嘅歷史內幕同商戰智慧，記得即刻訂閱我哋呢個頻道，開啟埋隔離個小鈴鐺。我會將我幾十年來睇到嘅江湖風雲、商場博弈、人性弱點同生存智慧，陸陸續續、毫無保留、赤裸裸、將心比心、一層一層由外到內咁話俾你知。這和等，你可以從中學到一啲喺書本上面永遠學唔到，喺課堂上面永遠聽唔到，喺正常嘅商業課程入面永遠唔會教，喺任何管理學書籍入面永遠唔會寫嘅嘢。正式和好，而家正式入正題。喺我開始詳細講述之前，我想先問下各位老友記一個問題，和一個好簡單但好值得你認真思考、好值得你誠實回答、好值得你花少少時間諗清楚嘅問題。你哋有冇聽過崩牙區當年拍嗰部自傳電影《濠江風雲》？有冇睇過嗰套戲？你覺得當年嗰段瘋狂嘅黑幫歲月，到底係江湖義氣，係一種兄弟情義嘅體現，係一種傳統嘅幫會精神，係一種講究忠義同恩怨分明嘅生活方式，定係一場注定毀滅、必然滅亡，最終會吞噬所有參與者，會將所有人拖入深淵，會令所有牽涉其中嘅人都冇好下場嘅權力遊戲。你覺得崩牙區嘅起落係時代嘅必然，係歷史嘅洪流將佢淹沒，定係個人嘅失誤？係佢自己嘅狂妄將佢推落懸崖，係佢自己嘅貪婪將佢送入監獄，係佢自己嘅驕傲將佢由天堂拖落地獄？你覺得佢係一個悲劇英雄，一個被時代犧牲嘅人物，一個生錯時代嘅梟雄，定係一個狂妄嘅梟雄，一個自己攞嚟衰嘅反面教材，一個俾後人警惕嘅活生生例子？喺評論區留言話我知你嘅睇法，等大家一齊討論下，一齊分析下呢段歷史背後嘅教訓，係思考下，如果換轉係你會點樣行？你會點樣做？
你會唔會行同一條路？你會唔會犯同一個錯誤？好，鄭和講完互動問題，我而家正式同你拆解崩牙區當時之所以咁瘋狂，之所以會掀起咁大嘅風暴，之所以會由一個街頭少年變成權傾一時嘅地下傲獨，之所以會由一個名不經傳嘅小人物變成國際媒體關注嘅焦點，真正勁嘅導火線究竟係咩嘢？究竟係咩原因令到佢同其他幫派不顧一切咁爭奪？究竟係咩利益值得佢哋用性命去搏？究竟係咩力量驅使佢哋由早打到晚，由晚打到早？究竟係咩誘惑令到佢哋願意放棄一切去追求？學和崩牙區當時之所以咁瘋狂，佢嘅勢力之所以會擴張得咁快，佢嘅名字之所以會響徹澳門街，佢嘅財富之所以會累積得咁驚人，佢嘅影響力之所以會覆蓋得咁廣，背後真正嘅導火線，因為利潤驚人，令人眼紅，令人瘋狂，令人願意鋌而走險，令人願意以身試法，令人願意用一切代價去換取嘅疊碼仔同包廳制度，係澳門賭場生態入面一個非常重要嘅組成部分，係整個賭業運作嘅潤滑劑，係賭場同賭客之間嘅橋梁，亦都係各方勢力爭奪嘅焦點，係成個江湖恩怨嘅核心，係所有衝突嘅源頭，係一切暴力嘅根源。貴賓廳嘅利潤極高，係平和，高到一個普通人一輩子都賺唔到嘅數目，高到一個打工仔做10世都儲唔到嘅金額，和高到一個小商人做幾十年生意都未必見到嘅數字，高到一個專業人士做一世都揾唔到嘅財富分子，只要掌握咧疊碼權，就等於掌握咗一條源源不斷、永不枯竭、會自動生錢、會隨時間越滾越大、會令你由一無所有變成億萬富豪嘅財富河流，就等於掌握咗一個可以持續提款、永遠唔會乾涸、永遠唔會拒絕你、永遠會為你提供現金嘅金庫，就等於掌握咗改變自己命運、改變家族命運，由底層爬上頂層，由乞衣變成皇帝嘅鑰匙。和當時14K 同水房等幫派為咗爭奪呢個控制權，為咗爭奪呢塊肥肉，為咗爭奪呢個可以改變一切嘅機會和為咗爭奪呢個可以令佢哋由江湖打手變成商業巨子嘅平台，在澳門街掀起咗無數次腥風血雨，掀起咗一場又一場嘅衝突同鬥爭，掀起咗一段令人不寒而慄、令人至今難忘、令人聞風喪膽嘅黑暗歲月。我當時好清楚、好明白、好透徹咁睇到成個局勢嘅走向同發展，好清楚呢場爭奪會點樣影響澳門嘅未來，和好明白呢場鬥爭會點樣影響賭業嘅前景。作為一個生意人，作為一個將幾十年心血都投放喺澳門賭業嘅經營者，學和作為一個對呢個行業有深厚感情、視之為畢生事業嘅人，我嘅首要任務唔係參與鬥爭，唔係加入任何一方枕邊站隊，唔係趁火打劫，唔係從中漁利，而係確保大局穩定，確保生意可以繼續做落去，和確保澳門嘅賭業唔會因為呢啲衝突而崩潰，確保成千上萬靠賭業為生嘅家庭唔會因為幫派鬥爭而失去生計，我確保澳門呢個地方
唔會因為江湖恩怨而變成一個廢墟。開門做生意最緊要係穩定，係秩序。和係一個可以安心做生意，可以令遊客放心嚟玩，可以令投資者放心投資，可以令所有持份者都安心嘅環境。心理學和，如果由得佢哋一直打落去，如果街頭嘅衝突持續不斷，如果澳門俾人一種危險嘅印象，如果外國遊客覺得嚟澳門等於玩命，如果投資者覺得澳門嘅政局唔穩定，如果賭客覺得嚟澳門賭錢會俾人斬，就會唔敢嚟，生意就要收皮，就要功虧一簣，就要將我幾十年建立嘅基業毀於一旦，就要令澳門由一個繁榮嘅賭城變成一個無人敢踏足、無人敢投資、無人敢旅遊嘅鬼城。所以我沒有選擇硬碰，沒有選擇以暴制暴，沒有選擇用拳頭解決問題，沒有選擇加入其中任何一方，沒有選擇用江湖嘅方式去處理江湖嘅事，亦沒有偏幫任何一方。我用嘅係分蛋糕嘅智慧，係一個商人才有嘅思維方式，係一個睇透人性之後先會用嘅策略。這學和係一個經歷過無數風浪之後先會領悟到嘅方法，係一個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先會採取嘅行動。我將唔同嘅貴賓廳經營權拆分給不同嘅勢力，讓佢哋互相制衡、互相牽制、互相監視、互相競爭、互相制走，將佢哋嘅利益同整體業績緊緊綁埋一齊，將佢哋嘅收入同賭場嘅生意額掛鈎，將佢哋嘅命運同澳門賭業嘅前景連埋一齊，將佢哋嘅財富同賭場嘅盈利捆綁。只要大家都有錢賺，只要每個人嘅利益都同大局掛鈎，規矩自然就能立得住，秩序自然就能夠恢復，衝突自然就會減少，和江湖自然就會回歸平靜，生意自然就會繼續興旺。喺商業合作或者職場入面，試過面對多方利益衝突，各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劍拔弩張，隨時會爆發一觸即發嘅局面嗎？覺得最好嘅解決方法係一決雌雄，係用實力壓倒對方，係用拳頭講嘢，係用權力鎮壓，定係好似分蛋糕咁進行利益制衡，用智慧去化解矛盾，用分配去平息紛爭，用利益去引導行為。和你係傾向硬碰硬，定係傾向協商？你覺得邊種方法更加有效，更加能夠長久，更加能夠令各方都服氣，更加能夠避免後患，更加能夠達到雙贏？喺評論區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嘅處理智慧，等大家可以喺互相學習，一齊進步，一齊思考。喺複雜局面入面，應該點樣自處？點樣喺唔同利益之間揾到平衡點？崩牙區雖然手下眾多，勢力龐大，財富驚人，名聲響亮，影響力深遠，甚至瘋狂到自己出資拍電影，想將自己嘅故事搬上大銀幕，想將自己嘅形象傳播到全世界，想將自己嘅名字刻喺歷史上面，想將自己由一個江湖人物變成一個傳奇人物，和想將自己嘅事蹟變成一個神話。佢犯了一個商業同江湖上最致命、最不可挽回、最愚蠢、最令人惋惜、最令人搖頭嘆息嘅錯誤，就係過度狂妄和過度自信，過度相信自己可以凌駕一切，過度低估咗對手嘅力量，過度高估咗自己嘅實力，
過度忘記咗自己嘅位置，過度忽視咗時代嘅變化，過度輕視咗法治嘅力量。佢忘記到在絕對嘅法治同國家力量面前，此物和任何幫派都只不過係歷史嘅塵埃，任何個人嘅力量都係微不足道嘅，任何江湖嘅勢力都無法對抗一個國家嘅機器。任何黑道嘅囂張都無法長久，任何靠暴力建立嘅權力都無法永恆。當佢開始挑戰公權力，當佢嘅行為越過咗某條界線，心理學，和當佢以為自己可以同政府抗衡，當佢以為自己嘅勢力已經大到冇人可以動佢，當佢以為自己嘅地位已經穩如泰山，甚至涉及司法、警察高官嘅座駕炸彈案時，佢嘅命運就已經注定，就已經寫好咗，結局就已經行到咗盡頭，就已經冇任何轉咩勇嘅餘地，就已經不可能有任何翻身嘅機會。當時無數人勸我出手，有人想我幫佢，想我對付佢，有人想我插手調停，有人想我趁機打擊，有人想我落井下石，有人想我趁佢病攞佢命。但我選址冷眼旁觀，選址置身事外，選擇咗乜嘢都唔做，選擇咗靜靜等待，選擇咗相信時間會俾出答案。因為我知道狂妄到極點就是滅亡嘅開始。一個自己走上絕路嘅人係唔需要任何人去推佢一把嘅，自己會行到懸崖邊緣，然後跌落去，佢自己會將自己嘅命運推向終點，佢自己會將自己嘅帝國親手摧毀，自己會將自己嘅傳奇變成一個笑話。最終崩牙駒在回歸前夕落網，被判監禁10幾年，佢嘅時代就此落幕，而佢嘅帝國就此崩塌，佢嘅傳奇就此完結，佢嘅名字由一個令人敬畏嘅符號變成一個令人唏噓嘅回憶。而我哋嘅事業錢穆和依然在澳門街屹立不倒，繼續發展，繼續壯大，繼續成為澳門嘅標誌，繼續為澳門嘅繁榮作出貢獻，書寫緊屬於自己嘅傳奇。真正嘅贏家則是在台面上打打殺殺、刀光劍影、血流成河，用拳頭講嘢、用暴力解決問題嘅人，而是懂得利用規則、看透大局，和知道幾時進幾時退，知道幾時出手，幾時收手，知道幾時硬幾時軟，知道幾時堅持幾時讓步，知道幾時沉默幾時發聲嘅人咁難。你看完崩牙駒起落嘅故事，你覺得一個人在取得巨大成功之後，最難控制嘅心魔係咩？是貪婪，想要更多，永無止境，永遠唔會滿足，永遠覺得唔夠嘅慾望，定係盲目嘅自信，覺得自己無所不能，天下無敵，冇人可以阻止自己，冇人可以挑戰自己嘅幻覺，定係驕傲，係覺得自己已經超越咗所有人，已經唔需要聽任何人意見，已經唔需要理會任何人感受嘅傲慢，定係恐懼，怕失去，害怕跌落，害怕恐怕被人超越而做出愚蠢決定嘅焦慮。你覺得佢係衰喺邊一樣嘢？係貪心定係驕傲？係唔識收手定係唔識睇風息？係得罪錯人定係行錯咗路？係高估自己定係低估對手？歡迎入來評論區，齊聊聊你對人性嘅看法，一齊探討下成功之後嘅陷阱，一齊思考下點樣先可以避免重蹈覆轍，點樣先可以喺成功嘅時候
保持清醒？點樣先可以喺權力嘅高峰唔會迷失自己？崩牙區嘅時代已經過去，先呢亦重新恢復了安寧，恢復了秩序，恢復咗作為一個國際旅遊城市應有嘅面貌，恢復咗佢應有嘅繁榮同活力，恢復咗佢作為東方拉斯維加斯嘅光彩。回頭看那段瘋狂嘅歲月，更加印證咗一條鐵律，條千古不變。經過無數歷史驗證，經過無數人用血淚證明，經過無數朝代更迭，仍然成立嘅道理，就係行正道才能長久。任何靠暴力偏門得來嘅財富，任何靠不正當手段建立嘅勢力，都只是海市蜃樓，都只係一場短暫嘅夢，亦都只係過眼雲煙，都只係曇花一現，來得快，去得更快，最終都會化為烏有，都會消失得無影無蹤，都會被歷史嘅洪流沖走，都會被時間嘅車輪碾碎。希望今天這段江湖往事能讓你明白，在人生同商業嘅博弈中，懂得退一步，懂得讓利益，懂得審時度勢，懂得控制自己嘅慾望，懂得保持清醒嘅頭腦，懂得尊重規則，懂得敬畏法律，係真嘅大智慧，先至可以行得遠，先至可以企得穩，先至可以喺任何風浪入面都唔會沉沒。我哋下期再聊。